冇過潼關，勝家烈田寇侵犯，郡主被擄往北行，性命救援難怠慢啊！上賊丁，將哀家路劫綁上囚車，不辭而去，還仲大鎖披了，教哀家如何脱身呢？郡主莫慌，末將救駕來了啊！郡主，末將救駕來遲，望求恕罪啊！將軍救難解厄，何罪之有呢？為是尋尋所靠兮啦，原罪本惡，而暴力有個愧難，請恕實在太粗心，不察重重，所料未斷贊，要用力氣，斷重靠把鐵所辦。哎呀，不可措辭啊！將軍為何還不動手解銬呢？律有明條，故難於動手啊！哦，所因何故啊？郡主容禀啊！因禮典章規有制限，未許肆意恐違法，既如偷看，允規處辦。郡主，只為親睹馮顏成死罪。若不啟示，怎解鐵連環啊？恕你無罪可釋懷，叩謝濃情長命家。郡主，末將僭越了。所
後已開，請郡主上馬，末將牽騎護送啊！如此說，參服了。奉平安總所盼，小心護佑莫所攔。鐵膽英雄笑額群兒，風花死裏行途生滅。郡主有何吩咐呢？看將軍妝容，並非禁軍庶位，何以知識哀家遇劫呢？今哀家無恙回歸，全仗將軍重用啊！敢問姓名出處，好待功勞補償記一班。郡主用品。楊家父子真雄關，天波威名汗滴膽，只為不得堂圈錯攀兒話，沒將言消六羅經華翻潼關路過，卻聞笛那靠集天皆為救家戰強橫，珍惜賊路公花，飛馬馳援，為怕歸人蒙難你
敢看眼啊！多成謀贊啊！六郎原是將門之後，難怪王兄對他青眼相加咯。再造之恩，哀家終身願託付此二郎身上啊！為時又怕師君有苦夢斷緣下，有份欠緣便去還，個中着意慘，此待查他。君主何事啊？將軍解圍救駕，總歸程，累楊老夫人以淚掛盼了。想加持深明大義，動之先忠後孝之理嘅。老夫人通情達理啫，少夫人亦會以難長盼噶。六郎尚未成親啊！咁知幾紅顏呢？君主，君中領班兵馬操分防變幻，關前
真親還，若馬還歌，寇敵遷，將士為國理當然，君主如在山，六郎心窺眼，楊家豪氣，官運逍，耿耿終身朝一月，高如天多富，龍恩感之咸，踏過關山，涉溪水潺潺，哀家自風霜冷，手停李娟眼，從列映山綠最合氣息，君主請下馬。有賴父親，哀家手氣似家。將軍無需侍候，聰明，想哀家與六郎相逢狂野，轉瞬東西。此後深宮邊塞，空路雲夢。為是位列尊卑，男女關放，絲羅之緣，怎生訴說呢？啊，對啊，曾記先王言道，百酷明珠濟平衣，着平神選好男兒。珍珠衫原是哀家分聘之物，何不贈與六郎，好交他作提親之用呢？為是先王雖允哀家自行擇婿，仍需狀元為媒，聖上賜婚。若要周全此事，還需皇兄幫忙。啊，就是這個主意啊！六郎哪里？哦，君主夫何事呢？六郎啊，和衣衫今只脱肩被折盼，借後因將軍功勞明，心間刺傷於精眼，先低於似珍珠三爭英雄，憑藉手唐蘭花，功高應成真。樹永後似恩讚，功臣親接珍珠衫，知君主不期流盼飛鴻未凡，乍到你肉眼，失措內心驚恐，望求恕罪無，心偷看人難。哦，六郎平生何罪之有呢？謝君主，一拜謝賜珍珠衫，再謝不罪虧容，到
早已泛珠光，絢爛璀璨，同台舊家解難哉，功高誰比擬，唱跳籌車破，合抱慶珠環，欲為六郎請戰功，回京拜見八燕王，呈上珍珠衫，正宮高飛到讚，舊家喜為功名貪，珠三珍藏留想鑑，談清公報瑞珠環，品報實打情無加減。君主，六郎回京，定當拜上南清宮，據實稟報同台退敵之事，再報聖駕安康，封家脫危，請八燕王歡心啊！若是六郎並無言及珍珠衫，王兄定難知悉哀家心意噃。六郎，哀家還有叮嚀之語啊！尚有言幾句，你要記熟下，長到燕王無減省，助你單詞拜帖，更添顏君主尚有何言呢？老王言在先，燕王作周全，若要事成就，更需一狀元。四句言辭，你還需謹記啊！君主放心，六郎定會一字不漏，奉達八燕王嘅。信信素語付正啊，言內心意藏萬萬差，關守出言不順，惹君主你不歡。非呀，只是想到聚散無常，故而有感啫。中天空